現年50歲嘅陳奕迅 Eason， 除咗擁有一把靚聲外，仲有一個幸福嘅家庭。佢當年因為已故賭王千金何超儀做紅娘牽紅線而認識咗太太徐浩瑩，兩人於2004年10月先誕下女兒陳康緹，2年後再補辦婚禮。雖然當時兩下嘅戀情唔俾外界睇好，但係兩公婆向來懶理外界閒言閒語。由於相戀結婚至今攜手走過20年，依然非常恩愛。而陳奕迅多年來亦一直以行動證明對太太嘅愛。陳說當初對徐浩瑩一見鍾情及公開表示我和徐浩瑩係會終老嘅一對。近日嚟喺澳洲悉尼舉行巡迴演唱會嘅陳奕迅唱響熱情，被粉絲喊老公，其幽默回應再次引證佢是愛妻狂嘅模範。陳奕迅日前喺澳洲舉行 Fear and Dreams 世界巡迴演唱會，悉尼站歌唱上邊演唱佢多首嘅金曲，引發全場大合唱，氣氛相當高漲。喺陳奕迅飲水潤下喉期間，台下嘅粉絲更紛紛大喊老公，表達對偶像嘅愛意。面對粉絲們嘅愛嘅呼喚，陳奕迅以幽默風趣嘅方式笑着回應：唔好老公啊，我結婚就嚟都20年啦，你死咗條心啦。其後佢指爆黃腔，除非我入咗印度教適合多妻嘅時候，但係都唔想日日都。這番話立即引發咗全場哄笑同埋掌聲，可見佢對太太嘅一條心。不過粉絲似乎唔介意做第三者。粉絲留言：但我好想跟你亂纏，冇事，我喜歡背得人夫，令人哭笑不得。陳奕迅 Eason 近日完成咗 Fear and Dreams 世界巡迴演唱會悉尼站回港休息。佢現身喺淺水灣嘅時候，被女粉絲野生捕獲。陳奕迅友善與對方合照期間嘅一個小動作，再次證明佢寵妻。而該粉絲仲大爆見完陳奕迅真人，發現對方身體有個部分真係好細，究竟係邊處？昨日有粉絲喺社交平台分享與偶像陳奕迅嘅合照相中，陳奕迅戴住眼鏡以素顏示人，身穿一身黑白 T 恤休閒服，精神上看嚟都非常唔錯。與女粉絲合照嘅時候，仲係紳士般將雙手放喺身後邊。女粉絲都大讚陳奕迅非常友善，興奮寫道：哎呀，係邊個咁幸運呢？第一次嚟到淺水灣就見到陳奕迅，住喺香港咁耐，確實真係第一次嚟淺水灣。話說呢度嘅風水真係太好，Eason本人特別